嗨，大家好，今仔日嘛是用影片的方式来甲大家上课。安尼，咱来看第4课西北号，号是一个顶礼拜的语词。第一个，咱来看单雷公，四那。第二个乌阴天，第三个落雨天，第四个好天，第五个风台天，第六个落雪，第七个大雾。好，安尼咱即马来看即个拉扎拉叶的柚味菜，咱来柚看觅，这到底是咧讲啥物咧？一支竹仔透天长，好神蠓仔毋敢装。有一种天气现象，大家当想看觅，啥物物件？敢若竹仔共款直诶，安尼为天顶飞落来，即个物件好神甲蠓仔拢毋敢食，毋敢装伫内底，即个物件大家敢有摇着？雨，答案就是雨。好，安尼咱来看第2个。伊无骹，毋过会走；伊无身躯，毋过会车粪斗。有一种天气现象，即个物件无骹，毋过伊会走来走去，伊看袂着，伊无身躯，毋过伊会车粪斗。安尼大家应该拢知影是啥物啊？风台，对，就是风台。好，则佫有真济无共款诶柚味菜，佫有一个，咱来看觅一个。大午楼顶轻空叫，二午野火出来照，三午落地扫，四午黏面狗。有4种自然现象。这内底爱有4种自然现象呢。大午楼顶轻空叫，二午野火出来照，三午落地扫，四午黏面豆。其实伊是咧讲一个天伫要变啊，即个天要变啊，咱来先看答案。答案是单雷公、四那、风、雨。好，这就是即个天要变啊。大午就是雷公，伊伫楼顶轻空叫，嘣安尼。二午野火出来照，就是即个四那。天顶已经伫闪四，是即个闪即个四那，火已经蹦出来啊。三午落地扫涂骹，风会扫涂骹嘛。过来四午连面都要到后，即个雨连面都要落来啊。所以即个柚味菜，大家敢有感觉真趣味？好，安尼咱来看后一页，下一页。好，咱来看即个课本的68页。即个所在是做伙来练习。咱会当来看觅这要写啥因的清册适合倒一款天气？甲天气写伫格仔内底，佮讲看觅。好，安尼咱来看即个宝、坡、毛即3个人，因穿的衫是啥物天气会穿的呢？咱甲伊写伫即个格仔内底，所以阮就会知影讲，宝伊穿的是啥物？穿雨满，穿雨鞋，所以可能是落雨天。安尼阮就爱写落雨天哦。即个落雨的落，应该写
咱头前诶迄个落雨天迄三个字，即个落袂当写下下来的下哦，不能写下雨的下哦，因为下雨是中文。台语诶时阵，阮就爱写落雨诶即个字，即个落，落落来诶即个落。安尼，等恁写了以后，恁才来看答案，加写入去，好，答案就是第一个是落雨天，第二个是好天，第三个是足寒诶时阵会穿厚衫，足厚诶，所以这是寒人，还是寒天，还是冬天，还是你看起来，其实风台天应该嘛会使，安尼你嘛会当写风台天，还是落雪，下雪也可以，你嘛会当写落雪，都来写咱头前有教着诶语词，安尼就会使啊。好，过来现到课本诶70页，即个所在，阮嘛爱做伙来练习。听看觅，爱详细听哦，注意听吼。甲听到的气象报告，照顺序甲号码写出来，佮讲看觅。好，安尼阮爱照伊等下念出来的顺序，为透早到下暗到暗吼，发生虾米款的天气变化，咱甲伊第一个写1、2、3、4甲写入去安尼吼。明仔载的天气，透早会大雾，日是好天，暗时会等雷公落大雨。伊讲透早会大雾，大雾是倒一个？咱甲算起来。过来，日是早起，日是早上是好天，好天第二个。过来会等雷公，最后是落雨，落雨。好，各位恁敢有写着啊？咱来看觅吼。好，咱搁翻过来72页，72页即个部分呢，是要讲我是气象主播，你会当翻到121页，121页，后壁有大纸哦，咱用后壁的大纸甲搭去下骹的格仔内底，搭起以后，咱搁做伙来念看觅，讲看觅。比如讲，老师来试看觅，咱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是虾米款的天气？咱随在你答随便你贴。你会当拜一答落雨天啊，拜一你答落雨天，拜二敢若嘛是落雨啊，拜三昨昏敢若是早起好天呢，早起有出日头哦。拜四，今仔日拜四，可能是乌阴天，乌阴吼。来拜五嘛乌阴天哈。拜六来一个等雷公吼啊，天啊安尼。礼拜搭一个风台要来，安尼咱甲搭起来以后，你凊彩搭了以后，咱来练习讲看觅，你著爱当做你家己是一个气象主播。你是一个气象的主播播报员，爱报告互大家知影。今仔日咱的任务就是爱报告互恁的父母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表演给他们看，表演互因看讲你是一个气象主播，你要安怎报？所以即马老师来试一届，恁会当试看觅吼。好，安尼开始，大家好。我是气象主播林祖雄，安尼我要为恁报道即礼拜的天气。拜一甲拜二拢是落雨天，出门的时阵爱会记得炸雨伞哦。拜三是好天，大家会当出去佚佗。拜四甲拜五是乌阴天，天气会雾雾，会乌阴，可能会落雨哦。拜六是等雷公甲死啦，即工出去诶时阵，大家爱细字礼拜是风台天，风台要来啊，
大家爱甲窗仔门拢关好哦。好，即礼拜天气就报互你知。多谢大家收看，大家再会。吼，就是安尼。吼，大家爱当做你是一个气象主播，爱报告新闻，互大家知影。安尼，你会当试看觅，甲大纸打了以后，甲恁的爸母、甲恁的阿爸阿母讲，嘿，你是气象主播，你要报告即礼拜新闻啊。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的天气是啥物？吼，会当试看觅哦。好，安尼最后互大家看一个影片，安尼今仔日的课就到遮，要下课啊哦，大家再会。做伙听故事。因规家伙仔出去耍的时，天气有啥物款的变化？前几工雨落无停，啊真日时袂当出去耍，暗时嘛看袂到月亮甲天星，互伊感觉真失望。今仔日变好天啊！所以阿爸透早就开车，载因规家伙仔去郊外佚佗。风咧吹，云咧飞，日头笑眯眯，互因的心情感觉真轻松。郊外的风景真水，阿珍甲小妹耍甲真欢喜。毋过，天气话变就变，日头走去密起来，白云嘛互乌云赶走，一望年啊，就落雨啊！咱紧来去迄个凉亭避雨。好佳哉，雨一个啊，就停啊！天顶出现一条彩色的穹，哇，有够水诶！因继续耍，一直到日头落山才转去。好，那呢，今仔日课就先到遮，大家会当甲第3课甲第4课的课文、语词加念几遍，会当转去看头前的影片，阁会当加看几遍哦，加练习。好，多谢大家，下课，大家再会。